大家好，歡迎大家學習營建科編設計軟件。下面我們打開軟件，開啟本次課程，主要從5部分給大家做介紹，分別是 DWG 轉換的主要功能及應用場景、成果展示、操作流程演示、產品優勢及亮點功能、注意事項及操作要點。首先來看主要功能及應用場景。DWG 轉換應用到的就是我們營建科的 AI 智能識圖技術。簡單來講，這項技術可以將二維圖紙快速轉為3維模型，操作簡單、智能快捷，應用覆蓋了建築的全專業，涉及到了多領域，各類模型之間也可實現協同設計。DWG 轉換功能現在已經應用到了以上8個方面，分別是在結構轉模型和鋼筋識別時，可以快速得到帶有完整鋼筋信息的結構模型，進而可以進行鑑定加固、算量統計以及優化設計。另外，我們還可以生成6件節能模型。第3點就是今天重點為大家介紹的，生成各專業的3維 BIM 模型，實現各專業的碰撞、檢查以及協同設計等。另外，我們還可以進行機械的模型轉換、橋梁模型轉換及鋼筋識別、地陷資料模型轉換及模架和鋁模板的轉換。下面是我們各類功能的成果展示，這是我們建築和結構的模型轉換的結果。這是一個大體量的超高層建築，單體建築面積39萬平米，建築高度是318米。除常規構件之外，還包括斜柱、斜幕牆等等，這些都是可以自動轉出的。也就是說，程序處理大體量的模型時，在容量上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我們還可以轉出建築各專業的模型，例如這個模型，我們就可以分別轉出建築、結構、水、暖等專業的模型，並且將各個專業的模型連接，成為一個完整的全模型，用於後續的設計。我們還可以進行鋼結構的轉換，以及包括茅杆、排樁等的機械模型轉換。還有就是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地形圖來生成模型。我們還可以將地形圖和各類的建築和橋梁模型連接成為一個完整的模型，進行後續的設計。對於結構來講，我們可以完成梁板柱牆以及各類基礎的鋼筋識別，從而我們能夠得到含有完整鋼筋信息的模型。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操作流程。對於生成模型，只需要3步，即可完成一個全樓的模型轉換，分別是分析圖形、補充識別和生成模型。在分析圖形過程中，可以自動識別圖形表格以及標注信息，可以將沒有任何物理意義的二維圖數與模型構件建立匹配關係，這是我們模型正確轉換的基礎。另外，在分析圖形時，還會自動判斷樓層表或者是立否面標高，從而得到各層平面的標高。我們還可以得到各平面的範圍對位基點，從而實現上下層的自動對位，自動完成全樓層組裝。第2步是補充識別，它是對我們第1步自動分析圖形的人工補充。第3步，點擊生成模型菜單，進而完成全樓的模型轉換。下面結合軟件，看具體的操作步驟。我們以建築模型為例，給大家做演示。打開建築 BIM 設計軟件，新建模型。所有的 DWG 轉換都集成在 DWG Conversion 模塊當中。點擊進入該模塊。現在展示的就是 DWG 轉換的操作界面，它主要由4部分構成。首先，左側菜單是我們轉換過程當中
能夠識別的構件類型。另外是我們的右側菜單。右側菜單是 DWG 轉換所需要用到的主要的功能。必須要執行的功能，我們已經用紅色給你進行了一個標定。接下來是上部的編輯菜單，這個菜單包含的是圖數的常用的編輯功能，以及我們的一些輔助功能。中間就是我們的操作區域。我們首先選擇打開文件命令，選擇轉模型，所需要用到的那張圖紙，這是今天轉建築模型所用到的圖紙，主要包括各層的平面圖，以及立剖面圖、交通核放大圖，還有我們的樓梯長圖，以及門窗長圖和門窗表。我們轉圖主要用到的是各層的平面圖、立面或者剖面長圖當中的一組立剖面數據，以及門窗表。首先第一步分析圖形。在建築分析圖形中，我們給大家提供了3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全圖自動分析圖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對各類的圖紙進行自動分類，然後尋找到我們要識別的有效要素，再提取出 DWG 轉換所需要的各類圖數。第二種是對需要識別的圖數內容進行框選，也就是我們只分析你框定範圍內的各類圖數。第三種是只分析各類圖形，不對各類表格以及平面範圍進行識別。這裏我們推薦大家使用的是第一種，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這張圖紙當中只有一棟建築，不會受到干擾，那麼我們採用第一種全自動分析即可。我們選擇時就可以進入到我們自動分析圖形的過程當中。在這一步中，我們的程序一共會給大家進行3步操作。第一步會自動搜索DWG 轉換所需要的各類平面，然後對各類平面上的圖數進行識別，並且將它和我們左側菜單的各類構件進行綁定。第二部分，我們會自動搜索到立剖面標高的數據，並且對它進行識別。打開立剖面分析命令，可以查看到立剖面標高的識別結果。這是為我們的樓層組裝進行數據準備。另外，我們還可以自動識別門窗表，並且對它的數據進行自動解釋。我們同樣可以打開門窗表的分析命令，然後查看自動分析的結果。在我們門窗表的數據當中，包括門窗的名稱、寬度、高度、佢哋高度以及門窗類型。除了構件識別結果之外，我們還會對建築各平面進行自動的標定，生成我們的標準層。在各個標準層上，首先會給大家用洋紅色的線框標定出各平面的範圍，還有就是識別到的平面的名稱，以及自動排序當中的標準層序號，都會在標準層的左下角進行自動的標定。在識別標準層過程中，我們還會給出上下層的定位基點，它主要用於上下層的自動對位和樓層組裝。完成自動分析後，我們還可以對自動分析的結果進行渣改。我們給大家提供了多種查看和修改功能。首先來看查看。第一種查看方式在左側菜單的最下方，給大家提供了所有圖形、待選圖形和已選圖形3種查看方式。所謂的所有圖形，就是當前圖紙當中包含的所有圖數。已選圖形是已經識別的圖數，大家可以看到，在已經識別的圖數中，它會將圖數的顏色給大家做自動的切換。例如門窗是淡藍色，
建築填充牆是洋紅色，還有我們的房間名稱會變成這種橙色。當我們把鼠標放到這類構件上時，字符前面是我們已經識別為的構件類型，字符後是它原有的圖層名稱。另外，待選圖形就是程序沒有自動識別的圖數。DWG 轉換的過程當中不會用到這些圖數，這是我們3類圖數的查看方式。另外，我們還給大家提供了構件顯示功能。構件顯示主要針對已經識別的圖數，我們可以對它進行依次顯示。比如說，我們可以通過選擇填充牆，然後平面圖名、軸線名稱，對各類構件進行顯示。這是我們查看的過程。另外，我們還給大家提供了4種查改的功能。這4個功能主要集成在我們左側菜單的上方，分別是按圖層、按圖數、按特徵值選擇以及刪除。首先，我們來看3種選擇功能。例如，在當前圖紙中，窗是沒有被自動識別的。在補充識別過程中，如果按圖層選擇，首先需要點擊按圖層選擇按鈕，然後選擇要識別成的構件類型。比如說要識別成窗，點擊單個圖數，可以看到這個圖數就進入到了已選圖形當中，已經被識別為了窗構件。如果按圖層選擇，同樣選擇按圖層選擇按鈕，選擇窗類型，然後選擇一個圖數。大家可以看，我們整個圖層上的所有的圖數都已經被識別為窗構件。再給大家演示一下我們的按特徵值選擇，同樣是選擇按特徵值選擇窗，我們補充選擇一下這個圖數。大家可以看，所謂的按特徵值選擇，就是除了剛才的按圖層這一類制約因素之外，我們還可以按顏色、按圖塊的名稱，甚至按線條的類型，做出具體的區分。這是對指定構件的有效的補充，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多種的特徵，對構件進行精準的識別。除指定構件類型之外，還提供了刪除功能。這裡的刪除和上部菜單的刪除的區別是，上部菜單是從當前的操作界面中將圖數完全地刪掉，而在指定圖數中的刪除是將構件從已選圖形中剔除掉，進入到待選圖形，也就是說，我們刪除到的圖數不再參與後續的模型轉換。我們點擊該命令之後，框選圖數，我們框選到的這些圖數就會直接進入到待選圖形當中，不會再干擾我們生成模型。以上就是分析圖形和補充分析的一個過程。完成了以上分析之後，我們只需要點擊生成模型，我們的程序就會自動完成整棟樓的建築模型轉換。在這個過程中，程序會根據剛才指定的基點以及我們識別到的立否面標高，自動完成全樓的上下對位，以及我們各層的層高、層底標高的標定，進而完成整體的樓層組裝和模型轉換。完成模型轉換之後，程序會自動跳轉至3維模型，進行3維模型的搭建。除了構件之外，我們還會把房間屬性傳遞給模型。這是我們完成的這棟樓的3維模型的一個搭建的過程。
這是我們單層的生成效果。以上就是我們建築模型轉換整體流程的介紹。下面是我們的第4節，為大家介紹我們的產品優勢以及亮點功能。第一點，我們是自有的營建科和BIM平台，針對天正圖數，我們進行了專門的改進。現在天正圖數在我們的平台上可進行正常的顯示和編輯，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對天正以及 CAD 等各類繪圖軟件的依賴。另外，我們可以為建立營建科數據中心提供數據基礎，智能識圖的結果可以轉出到 IFC 格式，用戶可以通過 IFC 數據拓展更多的應用。下圖就是目前我們營建科使用 IFC 連接各個專業、各類軟件系統、輕量化等的坑圖。我們轉出的模型除了模型本身之外，還有各類數字化的信息。比如說，我們可以識別總說明，以及結構構件的混凝土標號、抗震等級等等，可以作為這些結構的基本信息，存儲到我們的模型當中，為 BIM 數字化模型提供重要的數據來源。然後是自動化，大家可以通過我們剛才的演示看到，除了可以自動識別圖數之外，還可以自動框定平面範圍，以及進行上下層的自動對位，減少了用戶的交互操作，提高了模型轉換的效率。接下來，我們的識別內容更加全面。除了建築結構，我們還提供了電氣、吸排水、暖通等的識別。我們可以提供斜柱、斜幕牆以及各類剖面、牆圖的識別，可以完成剖面和平面的自動對位，進而得到一個更完整的三維模型。我們還有強大的文字圖表識別能力，比如剛剛給你展示的門窗表的識別。另外，在結構裏還可以讀各類的配根表格、總說明以及鋼構件表等等。下面是我們轉圖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以及一些操作要點。第一點是我們的梁和牆口，在我們的設置參數裏會有剪力牆口、填充牆口以及梁寬等參數的設定。在這個設定中，我們不再精準的依賴數據的控制。你比如說150到1000毫米範圍內的梁寬，我們都是能夠自動給你轉出的。但是如在這個範圍之外，就需要你對這個參數進行手動的補充。這樣的話，才能保證我們的模型能夠正常轉出。另外就是剛剛給大家介紹到的構件自動識別結果的補充定義。雖然軟件通過大量的圖紙學習，識別準確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仍有部分的識別結果與設計師的意圖發生偏差。所以在轉模型之前，我們需要對分析結果進行確認，從而達到提高生成模型準確率的結果。另外就是表格處理，針對各類表格，我們增加了一些對表格的編輯功能，比如我們可以添加各類鋼筋表以及鋼構件表。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表格的編輯範圍框內，可以將各類表格與標準層進行關聯。通過關聯，我們可以指定這個表格對應的是哪些標準層，就可以解決多個標準層對應一個表格，或者一個標準層對應多個表格的問題。另外，在建築轉圖裏，我們還提供了門窗識別的優先級。首先，我們推薦大家採用的是門窗名稱加門窗表的形式，也就是說，在平面圖內會標定門窗名稱以及門窗表，程序會根據門窗名稱識取門窗表中對應的尺寸，給模型中的門窗構件進行賦值。這個賦值應該是最準確的。當沒有門窗表，僅有門窗名稱的時候，程序會自動判斷門窗名稱。如果是規則的門窗名稱，會有4位數字，前2位是寬度，後2位是高度。
我們會根據名稱當中的這4位數字來進行模型轉換。如果沒有門窗名稱，僅有像演示圖紙中的平面示意圖，生成規則為在設計參數當中有默認的門窗高度，然後在平面裏，我們會拾取平面當中的門窗的寬度，進而根據平面中的寬度以及默認參數生成該門窗構件。還有對一些特殊圖紙的處理，例如像我們有些圖紙距離原點過遠，在打開圖形之後，會發現這些圖數會產生明顯的變形，然後生成模型也會有異常的情況出現。我們左右側菜單給大家提供了移圖至原點的功能，只需要框選需要移動的圖紙，程序就會自動將這批圖紙移動到我們的原點附近，避免因距離原點過遠對圖紙操作造成影響。另外，我們還給大家提供了刪除反轉的功能。所謂的刪除反轉功能，如果圖紙太多，會影響運行效率，我們點擊命令框選圖數，程序會將你框選範圍之外的圖紙自動刪除。另外，我們在上方給大家提供了2種整合圖紙的方法，一種是插入文件，另外一種是合併圖紙。首先，我們來看插入文件。該功能主要解決的是，例如現在已經完成了當前圖紙分析，已經有了一部分分析結果，以及人工查改結果。後來發現這張圖紙當中沒有需要的門窗表，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將其他圖紙當中包含的門窗表插入到當前的圖形編輯界面，來參與我們當前的模型轉換。我們只需要打開圖紙，找到我們需要插入的內容，然後框選，點擊插入點，即可把我們所需要插入的圖數放置到當前的操作轉圖界面中，進而用於後續的模型轉換。另外一個功能是合併圖紙。我們目前的 DWG 轉換要求所有的圖紙都需要展示在當前的操作界面中，但是很多圖紙，比如各張平面圖以及立剖面圖，甚至是門窗表都是分別繪製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功能，將所有的圖紙進行自動整合。比如說，我們的這套圖紙各層平面是分別繪製的，那麼我們如何讓它們共同來生成模型呢？我們只需要在合併圖紙當中選擇添加文件，然後選擇所有的文件進行添加，選擇打開，這些圖紙就會自動進入到合併圖紙的操作界面。我們在其中可以指定它的行列以及行列的間隔，選擇合併，程序就會自動將這些圖紙合併到當前的操作界面，用戶就可以直接進行轉圖的操作了。以上就是我們 DWG 轉換的內容。本次的課程就到這裡，謝謝觀看。